影視作品入面經常係會以兇殺案作為劇情嘅主線，咁呢啲行為人如果最終被判有罪，往往就要面臨相當嚴重嘅判罰。跟住落去一連數集，我哋會為大家介紹澳門刑法典入面有關殺人罪嘅一啲規定。根據刑法典第128條規定，殺人者處10年至20年嘅徒刑。殺人罪係指除咗刑法典另有特別規定外，行為人基於故意不法地剝奪他人生命權嘅行為，咁呢個犯罪所侵犯嘅法益，自然就係其他人嘅生命權，包括係所有已經出生並且具有生命嘅自然人。喺犯罪主體方面，殺人罪並冇設特別嘅限制，任何依法具有承擔刑事責任能力嘅人都可以成為呢個犯罪嘅主體。而喺犯罪主觀意圖方面，呢個犯罪要求行為人係故意不法剝奪他人生命嘅，而呢個故意係包括咗直接故意、必然故意同埋或然故意嘅。咁喺下一集，我哋就會為大家介紹加重殺人罪嘅相關規定，敬請留意。